后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6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台北市石牌捷运站第3发生攻击案。这是有一个查某人在月台等车的时，向向互另外一个查某的青云人举刀啊扑着伤，去拄着伊的脚趾片，凶手当场互抓着，嘛互警方抓去。加在受伤的人送病院无大碍。详细犯案的原因，警方正在调查。 你都保持沉默，好好的审问辩护人，无论低收入、中低收入法律上的不祈求完肤的祈求者，在对你实施强力上的好。环境提手铐将查人铐起来，是因为伊是伤人的现行犯。捷运石牌站一名女性乘客突然与警持水果刀刺伤坐在月台以上的另一名女性乘客，造成这位女性乘客左肩受伤，嫌疑人立即遭保全及现场民众合力制服。 昨晡仔嘛5点外，北捷石牌站姓陈的查某人伫月台等车的时阵，姓林的查某人无有警摕刀啊，向伊的脚趾片拄落去，当场互大家制服了后，互警方逮捕。陈女背后有一处2至3公分伤口，经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本分局员警当场逮捕林女，除查明动机外，将依刑法伤害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受伤女乘客送医无生命危险，警方初步调查，拄人的姓林的查某人甲被害者无熟悉，为什么摕刀啊伤人？动机甲原因拢在调查。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大本说明结婚正常行婚，无用婚暴力犯罪行为，也要求北捷甲捷运警察队加强各站维安，守护市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北检侦办罢免团体涉嫌伪造连署书，已经约谈几名带头罢免的人。因那新北的地检署伫昨昏嘛去敲国民党新北市邦桥区三中区党部计共30外个所在。 区党部的执行长甲一寡国民党的党工嘛，互带去问话。昨暗拿赢就招支持者去新北地检署外口抗议，大声喊司法迫害。经过检察官的审问，三重部的党部执行长甲邦桥区党部的执行长，计共有6个人互申请羁押禁见。司法不公，政治迫害。 不管新北地检署将对真济件罢免民进党立委技术砍下修令真好连署案，民分真济路所在国民党新北市邦桥区三重埔区的党部支持者伫新北地检署外口抗议，拿下立委新北市议员也到调查员。很遗憾，现在的双重标准，是不是就只有半蓝不半绿？选举输不起，连罢免也要输不起吗？ 共党三重埔党部被搜查，调查官佫带走区党部执行长罗大富等人。今天来搜索的吗？国民党的邦桥区党部也是一大搜查地点，区党部主任谢庆任等人也被检调查走。来送那个联署文件是不是？ 新北地检署15发动搜查，拿下真济所在区党部，也并分真济路约谈罢免立委苏卡辉的带头人陈定耀、赵志仁、王玉仁，罢免立委吴其明的带头人李清祥，甲罢免立委张宏道甲李坤成的带头人甲赵志仁，为被告到证人，至少约谈10外人。检方被调查就是罢免团体疑似涉嫌修令连署，甲假造提议书。第一阶段针对我的补件，联署前死亡的比例竟然高居全国第一，很明显是大规模的伪造。我希望司法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抄名册的行为。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很快的，他们会对台北市党部动手。对台北市党部动手的目的，就是在大罢免。 穿深色衫的是三重埔区党部执行长罗大富，白衫是邦桥区党部主任谢庆仁等人，昨暗移送新北地检署，经过核实了后，依照涉犯伪造文书加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将2人甲司机蔡监组、志刚应大华，也个苏卡辉罢免案带头人陈定耀、赵志仁、王玉仁等6人成案并检。另外3个罢免带头人是8班甲6班高保。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最近咱台湾是小连续爆出中国间谍案，就连宪兵队冒3个士官涉案，因唔拿泄露国防的机密，搁伫兵营内底插中国的国旗，搁穿军衫翕影片向中国投降。也那海军飞弹快艇部队有3个官兵，总统府有1个宪兵，嘛拢互中国吸收去，拢已经判刑。你已进入我法律范围。
我要求你调转航向，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我是中华民国军事航空器，现在空域执行地形训练，请不要干扰我的行动。强军透过广播呛声，不过咱空军展现冷静的态度。军事专业记录到强军15早起10点外，在金门周边空隙出现。不过强军唔拿透过军事行动对台湾施压，嘛持续透过渗透手段，要得到咱方机密资料。地属强谍案一直出现。桃园警办强谍案有功的树林宪兵队内部冤案3人涉案，那泄露各方机密，佮提5000支敌对的人，穿军服翕家己效忠中国的导航影片。和同一个组织吸收的还有3个飞弹快艇作战部队的人员，其中一个人和5000支伫嘉南海军危险野区出现。桃园总统府是维系，然后一个宪兵互人吸收，2月底拢已经互判刑。在24条就是说，对敌人为效忠之表示的话，就会在陆海空军刑法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国立雄讲对这个官兵不当行为感觉遗憾，因等于是对国家不忠，嘛强调陆海空军官宪法修正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议，未来对敌人宣誓效忠会有更加明确规范。不过强谍案不但在军中出现，台湾的外交部也陆续传出有人牵涉在内，引起各界注意。原来在勾结的、养了一窝共匪的，这是民进党自己。目前军人的渗透相关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退将。因为最近民进党为党部立委办公室到行政单位等，拢有传出牵涉到强谍案。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强谍案表态。杜英泰15讲，中国统战对台湾是上大威胁，嘛话讲地方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唔通暧昧不清楚。地方政府也应该有这样的体认，不要非常的暧昧不清。该有自己国格的时候，地方政府也要共同负起这样的责任。杜英泰表示，针对总统赖清德在国安高层会议提出17项因应策略加措施，行政院已经开始进行建议。所有法制化需要工程，爱全力防止强军渗透。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干那东半部含恒春半岛有13-8雨，其他的所在各地头拢是好天，早暗会感觉较凉，低温大约是16度至18度。一那日是西半部高温有29度至30度，东半部是26度至27度。明仔载同款嘛是这款好天的天气，也毋过要提醒乡亲哦，拜五开始有锋面的瓦劲，又过会变天，各地头的雨水拢会豆豆增加。来关心，哪亲像阁出现灵母苦毒囡仔案件，这是新北有家长甲伊3岁囝送去互灵母照顾，发现讲囡仔转来时身躯定定有伤，面貌几啊痕。社会局即马调查认定，这个灵母有不当对待，已经公告这个灵母的名姓，嘛废止伊灵母的牌。查甫囡仔海秋千笑甲真欢喜，家长陪伊佚佗，心内是真幸福。毋过囡仔老爸控诉，甲3回吟吟，课后领土居家年母，如今身上是出现大细坑，头顶阁目睭边仔明显有伤痕，面的这边阁无规则的伤势。囡囡的老爸讲，去年8月经过朋友的介绍，交予年母照顾，囡仔就陆续出现乌青阁有指痕。今年2月底阁有大面积的伤势，这个是予爱的小手甲伊拍，指控年母是咧虐待。对话记录里面就是一直推来推去，推给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他自己抓伤自己。事发到现在完全没有道歉，完全没有。这桩疑似涉嫌虐待囡仔案件，就伫新北市邦桥。家长表示，因为囡仔的语言慢钝，无啥会晓沟通，怀疑因此是互针对，甚至案发到呾，年母也毋捌回失礼。目前已经带囡仔到病院验伤，也报警提告伤害。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你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实际打电话给年母，伊是无接手机啊，伫交稿进前无得到回应。新北的社会局也介入，发现涉案的姓郭年母是有合家登记证，毋过对囡仔的损伤无法度合理的陈述。经过审议会调查了后，认定有不当的对待。我们也召开了审议会来调查这个案子。那经过专家学者认定，保姆有对小孩不当对待，已经违反了儿少权法的相关规定。新北社会局表示，年母违反儿少权法相关的规定，已经对外公告名姓，并且废止年母的登记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少子化即马已经成做国安议题，但是细汉囡仔有囡仔防苦毒的比例却是当年拢在牙悬。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平均当年接到2000件红婴仔受苦毒的通报，超过93%拢是发生伫厝内，加害者拢是囡仔的父母较济，占84%。会造成父母生气、抓狂、起骹动手拍囡仔的原因。其实，敢若是囡仔黑白等佚佗物啊，还是讲无爱困咧烦一寡小代志。来看《中国时报》，气象署即马拍算言语要修法，要甲高温纳入灾害性天气的一种，目的是希望提供客观的环境数字。气象署高温定义即马是拍算要甲地面的上悬温达到36度以上，而且会一直热落去。这款延续性的高温，嘛会分做黄灯、感色灯号甲红灯3种级数。来看《自由时报》，屏东科技大学有发布调查报告，讲2021年踮厝内养老的比例有97.9%，只有2%外的老人是住伫安养院。若踮厝内养老的人，即老大人是住当中有74.8%的人，住的所在拢无电梯。继续关心整片大厂超美的董事长，嘛是执行长苏姿丰来台湾。昨昏，伊伫台北的大饭店办桌，请供应链的业者也有客户，包括台达电、叶英达，也个有伟创这公司拢有到位。苏姿丰嘛表示，半导体供应链的组成是真复杂，伊嘛捌和美国政府讨论过相关的问题。拜日尾仔嘛，车伫文华东方酒店门口来去。美国晶片大厂超微董事长甲执行长苏姿丰来台访问，选伫遮请客户甲供应链业者有台达电、银宝、英业达、伟创等管理高层拢来参加。被问到是毋是要甲美国政府参详降低关税？伊讲出答案。We are always actively discussing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s well as all of our customers and partners.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because semiconductors are such a complex supply chain with so many different pieces. 缺口恐怕不是台湾短期内我们自己能够补足的，所以一些外籍的学生的导入变得是必须的。苏丰则表示，超微是美国公司，美国制造当然是关键优先事项，也宣告加做台积电伫美国提供一个免制定的客户。即摆来台湾大动作，比较都是第个条卡，因为政治日，回答都要宣布要甲台湾共做 AI 美国制造大联名。在 AI 所需要的这个晶片以及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那么未来呢，将有可能在一部分都会是以美国为主，在美国当地就能够有自主可控的一个这个目标。回答宣布合作台积电食品鸿海核实，真侪台厂计划伫未来4年内伫美国打造价值5000亿美金的 AI 技术设施，美国晶片制造、封装测试、全产品一条线 Made in USA。来积极的跟美国在就这方面来商量。那基于台美之间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我们会让台湾的这个产业在这个关税上面能够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川普的关税政策也无完全定限，虽然拜日台股收红，不过半导体是不是加扣关税，依然爱等美国商业部调查。第二台股可能依然是不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川普的关税政策是话变就变，川普即阵是宣布针对进口车的部分暂时免扣税，要让这车商有时间刷去美国市场。另外，川普嘛针对进口的药品和半导体要展开个案调查，伊目的就是要加扣税，要逼这业者嘛刷去美国制造。伫会见萨瓦多总统的时，美国总统川普又搁为加扣新关税铺路。伊讲到按算伫无偌久了后，就要对进口的药品扣关税。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our own pharmaceuticals. 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anymore. The drug companies are in Ireland and they're in lots of other places, China. And all I have to do is impose a tariff. 川普当期主张讲，对外依赖半导体甲药品的生产已经致使国安风险，并且声称关税措施是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进驻有帮助。
伊表示，这礼拜内会宣布半导体税率，并且讲到半导体产业内有一寡企业会有春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公告，针对半导体调查包含的范围是非常宽，唔但包含应用伫人工智慧的先进晶片，也包含传统的晶片，含所有相关的制造设备，佮有包含一寡元件的电子产品。若是实施关税，可能冲击到每一年向美国出口数十亿美金的晶片佮相关产品的全球供应商。外界是警告讲，新一波的关税恐惊冲击到全球供应链。现在伫进口汽车佮零件的关税方面，川普表示，当咧寻求暂时唔扣这方面的关税，互汽车业者有更较侪时间会当伫美国设厂。The dereg is really good for companies. It cuts like all this regulatory high red tape that they have to spend money on and so on. And so I don't see how the long run, a year from now, the policies that we're looking at are viewed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big positive for equity markets. 面对中美贸易战升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头一站伫越南，伫咧和越共的总书记会谈的时，习近平表示，中国甲越南爱加强战略的定力，共同反对高一平的霸凌行为。两人佮共同见证双方签署的45份双边合作的协议介绍。原来泰国甲印尼分别互美国扣36%甲32%的对等关税，最近也组团去美国展开谈判。泰国可能的方案之一，包含大大减少泰国对美国有460亿的美金接济贸易顺差。印尼是计划提出讲，大大增加美国进口产品甲投资方案，争取避免互美国来扣高关税。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虽讲美国即马要慢车针对75个国家扣对等关税，但阁嘛有风声讲，美国想要逼外国的借款人，甲美国国债换做100年期，而且无利息。因若咱台湾想要减税，敢会摕这条和美国谈判，成做咱谈判的本钱咧？行政院长杜英泰嘛是表示，这嘛是有可能的。美国虽然暂慢实行对等关税，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讲到，在未来一礼拜会宣布新的半导体产业关税措施。市场阁传讲，美国有可能逼外国的借款人，甲持有的美国国债换作100年期零利息的债券，来减轻美国债务的负担。台湾安怎应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如果说做这样一个转换的时候啊，这相当于就是美债的倒债。对于这个债券的一个调整都随时在调整，随时在观察市场的变化。伊应该会对台湾扣偌济税。在这个世界贸易的特殊内底，美国这个为主导的力量，甲咱过去所行的力量，甲咱方向是相对是同款的，所以咱要伫这个世界这边的这个阵营内底共同合作。第一站这边敢会加把持有的美债当作是关税谈判的条件。杜英泰讲，这是其中一个有可能的选项。另外有朝野立委和企业界建议讲，请前总统蔡英文来做谈判小组的召集人。杜英泰强调讲，有听到各方的声，不过和任何国家交涉人选的部分拢必须互相打骂，这点都要真谨慎。唔若是行政团队积极和美方在谈判，另外伊嘛调做夏东派立委方美团深化双边的连结。我们4月28会抵达巴湖，29号我们就去拜会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隔一天30号我们要跟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连线有一个午餐，然后有一个来共商另外到了5月1号我们去拜访美国的行政部门跟国会。朝野3党暂定会组成17个人的谈判团，4月28到5月初2访美。即马定的行程包括拜会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把握90天的暂缓期，积极交涉，会直接针对关税政策的部分和美方来沟通，替台湾争取上大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法国有7个家乐是传出互乌道开枪放火，等于是在乌道公然在挑战政府、挑战司法。若法国政府表示这是恐怖攻击，因政府绝对袂屈服。这枪击康有大有小，都知影帮派分子的火力，也是司法部长口中的恐怖攻击。就是暗示法国南部图伦有一间家乐外口向有不明车换进去放火，还有一个家乐被开枪。Donc il y a manifestement des actes d'intimidation contre les agents, donc contre la République. On ne cédera pas. La police judiciaire qui agit sous l'autorité du parquet national met des moyens très importants pour retrouver, je le sais,
les auteurs et j'espère qu'ils seront confondus. 中国表示有7个家家遭受攻击，官员认为这行为拢显示乌道帮派分子感受国家政府压力。乐天工会伫社群媒体打出包含家家停车场被烧害车架、家家大门枪支卡相片，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家家工作人员。根据媒体报道，南特一个家家官员伫个徛街受威胁，马赛有家家官员徛街被人放火，暗过无成功。C'est aussi peut-être le fait qu'on a touché là où ça fait mal et qu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des décennies, la France prend des mesures extrêmement dures contre le narcotrafic, dont les narcotrafiquants ont peur et veulent faire reculer l'État. 福建破警后组织行政犯案，有报道指出，被破坏车窃几个字母 ，DDPF 是法国人犯的权利缩写。法新社引用消息来源，这攻击看起来事先规划，甲政府打击贩毒行为有明确关联。最近法国帮派犯罪增加，当局就抓要扫污扫毒。内政部伫1月公布，2024年前11个月，顾客检查到53.5栋创下新高，比前一年增加130%。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并且业务公司 Meta 伫川普顶一届2020年做总统的时，因为 Meta 甲 IG 啊，佮 WhatsApp 这两个社群平台买落来，结合政府指控讲因高占市场规划放弃。即马这个案件伫华府开庭审理 ，Meta 执行长有真心出庭，也若未来 Meta 方裁定违法，安尼这两个平台就爱卖互别人。签署西装签控制领大 Meta 执行长萨克伯格，美当时间14伫华府出庭作证。伊面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专门对科技头人反毒检调查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Meta Platforms is facing what might be the biggest legal challenge in its history. 这个伫2020年，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就提出的法律诉讼案件，是针对 Meta 伫2012年甲2014年开$60亿美金评估 Instagram 甲 WhatsApp 的行为。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指控，评估了后的 Meta 伫市场上大，差不多无对手。Meta 的法务长是应讲 ，FTC 是伫合作科技投资，因评估是为了创新，甲提升用户的体验。FTC 佮引用萨克伯格过去的内部邮件讲，伊捌表示评估 Instagram 是为了百度可能的竞争对手。佮再讲，市场除了 Snapchat， 伫甲亲友分享内容的平台无替代选项，认定 Meta 独占。Only a few companies like Snapchat are considered rivals. Meta is saying that their rivals include YouTube and TikTok and even Apple's iMessage. 这项庭审一定进行到7月，若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胜诉，会进入第2阶段听证。连续到尾啊 ，Meta 也是去人认定独占市场，伊爱被逼卖 Instagram 加 WhatsApp， 安尼 Meta 的营收就会差真济。So Meta would only have basically its Facebook and AI business. This would be a huge blow for Meta because it's estimated that about 50% of its advertising revenue comes from Instagram. Meta 这个案件不只有市场的指标意义，是美国政府对科技头人的独占调查。另外，也有亚马逊、苹果加 Google 等伫进行。另外，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15月针对 Google 伫日本的安卓手机啊等强装家己的应用程式，佮百度竞争超出严禁的独占行为，发布百度措施的命令，佮要求限期改善。这原来是日本头一届对独占市场的美国科技头人开刀。公司新闻按日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向新咱做伙来看世界。PayPal 有报道讲，中国即马下令要求中国的航空业者停止接受波音公司生产的飞行机，来反制美国对中国要扣145%的重税。美国总统川普是批评中国直违背约束，拢无照品照行，无按照协议要讲好交易的美国的农产品，即马飞行机关付了后，阁无爱买，是阁一摆无信用。继续关心，华盛顿邮报报讲，白宫的管理甲预算局已经建议要甲美国国务院甲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预算减一半，经费放开一半，可能就会影响美国的外交运作、人道救援，也有全球卫生甲参与国际组织。继续关心，南韩的属客航空首尔航空一架班机发生意外，加载是有惊无险。这是有一个查某乘客伫飞行机顶，飞行机要飞进前，竟然是甲机舱的导升门开开。
无人机是赶紧动点，无人机顶200外乘客拢带一条。若一只无人机帮是停飞，乘客尾也是改换别只无人机。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婚林的警方，伫顶个月有接到通报，讲有外国车手坐白牌仔车伫婚林馆内领真侪现金，警方就惊人是走出国，赶紧开区票，有抓到一个新加坡籍27岁查甫车手。另外，驶白牌仔车的3个司机，即马拢已经封收押。无资格登记的白牌车司机，在这个27岁新加坡籍的查某人，到婚林各地 ATM 领真侪现金。警方接到通报了，就随请婚林地检署侦办，认为这个外籍车手将有可能甲钱领了后，就要出境，随开出区票来抓人。本署检察官担心该新加坡籍车手于提领款项后即行离境，乃立即开立拘票，在该车手离境前将其拘提归案。经讯问后，认为该车手设有诈欺、洗钱、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予以申请羁押获准。地检署表示，这个新加坡籍的查某人入境了后，是白牌车的司机负责接伊去领钱。经过追查，发现这白牌车的司机不是单单单纯载客，是诈骗集团专门请来载车手的。警方依照相关的证据，甲3个白牌车司机拘提到案。是由本国白牌车司机再送提领现款。经清查后，有3名白牌车司机共同涉嫌诈欺等罪嫌，亦将该3人拘提到案，并予以申请羁押获准。地检署调查发现，这个新加坡籍的查某车手，敢若是伫婚林馆内由白牌车司机接送的方式，就已经领走746万。专案依照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甲这外籍车手佮3个白牌车司机全部送办。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诈骗是掠袂离，今年1月份至3月份，民众拢总哄骗超过225亿。因一个月来掠到的嫌犯有4000多人，内底诈骗车手就占3000人。即马为着要防止车手直头去领钱，台南市政府就推出 AI 的系统，伫 AI 遐会当去辨识讲，总共去 ATM 领钱，你是戴安全帽啊，也是挂喙安，安尼无法度领钱，因为警报器会弹。民众挂喙安要领钱，语音会先提醒讲，甲喙安留落来，若无照做，就会出现警铃声，提醒其他的人爱细致。这个提款的民众可能咧做非法的行为，这是台南市为着防诈骗推出的新措施。民众去 ATM 领钱，爱甲安全帽脱落来，留喙安，甲规张面现出来。比如说隔了10秒钟、20秒钟，如果他不拿下来后，我们就会启动警报，就会让周遭的民众以及银行的行员跑出来查看。诈骗集团骗民众汇钱了后，由车手去 ATM 领走现金。台湾高等检察署统计讲，2月初10到3月初10，全国查到3180个诈骗相关的案件，抓到4500多名嫌犯，其中车手是买3000人。也因为车手惊警方查到，常常戴安全帽挂喙安来领钱，市府希望阻止因按算这个政策后个月上路。钱比较重要。怎么说？钱不要被盗走比较重要。对，所以你觉得 OK 可以配合？对。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例如说你戴口罩，然后你要特别拿下来，我是觉得会有点麻烦一点啦。系统会做好一点的话，如果一直辨识错误没办法理，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警政署拍诈骗仪表板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民众受骗的财损超过225亿，显示诈骗也是真严重。台南市长黄伟哲佮拍算进一步建议中央，未来伫 ATM 领钱，唔甲规张面显现出来，会当强制回收卡片。唔过领钱汇钱，佮爱甲面显现出来，有法界人士认为市府这个想法是好的，唔过嘛要考虑法律保留原则，建议爱思考安怎互这个行政处分会当有法源来依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要安怎保护囡仔安全，避免囡仔出车祸？这几年是重要的议题。新北市政府就公布2024年，发现伫新北市有1163个囡仔因为车祸受伤，因若骑奥多摆出车祸的占9成。
下课时间，爸母伫奥多摆顶悬等囡仔下课，这是逐工学校外口都会当看到的画面。不过家长骑奥多摆接送也要特别注意安全。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去年2024年12月以下儿童交通事故造成1163个囡仔受伤，当中以奥多摆事故占上悬。乘客为主。那它大概占了75%，那这其中又以机车的使用最多，那大概占了90%。所以这部分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或透过教育局这边提醒家长，在使用机车或汽车承载儿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哈。调查也发现，这个车祸上接伫咧下晡4点至6点发生，也就是囡仔下课的时间。长期关心儿童交通安全的民团建议，家长甲学校一定要积极配合，斗阵改善奥多摆等校区的交通乱象，降低囡仔受伤的风险。在那个学校周围的学区范围，整个交通的一个改善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包含汽机车的一个降速的一个方式，所以速度一定要降到30以下。为着要减少儿童的事故，新北市政府也选择2个人济校园规划行人优先区，一个是邦桥的后埔国校，一个是蘆洲的蘆洲国校。市府会伫咧校园附近的300公尺规划实体人行道，而且规定车辆伫咧遮速度要降低至30公里。新北市政府表示，目前先规划2区，未来会一区一区慢慢改善，确保儿童的用路安全，减少危险发生。记者陈亚轩、曾俊佑新北报道。总共出车祸，有当时上唔着火拢火袂清。高雄市的交通大队对去年底开始，因就有推出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像平台，就是民众总共有去翕到车祸的影片，拢会当甲传起嚟。总共这影片真正有协助警方办案，上侪个当摕到6万块的奖金。画面当中穿蓝色的这台奥多摆冲红灯，弄到另外一台奥多摆了后，若无停落来看，佮颠倒向徛咧一直去。这是去年10月发生伫林雅区跳树逃走案件，路尾警方也抓着人。不过，唔是每一个案件拢亲像这件这么好运，有路口监视器。网络顶悬定定有人世界在拜托，要找有翕到车祸的影片。高雄市交通大队要推设一个交通事故影像平台，好民众通回传佮车祸相关的影片，帮助警方查案。民众也拢真赞同。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事故，可是他们找不到真的证据，所以如果有拍到，然后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蛮好的事情。然后因为记忆卡的东西，你不马上拔下来，它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被洗掉了。对啊，所以当然是有平台，你就有时间就上啊。但是没有平台的话，你就直接就拿去警局就可以啦。高雄市交通大队讲，只要民众提供的影片符合跳树逃走，有人受伤死亡，远景唔知影事故是安怎发生的，这3个要件都有机会帮助警方办案，家己嘛会当领到奖金，相关会当领到6万块。有人受伤，一件会当获奖3000块的奖金。若是一般互人重伤的案件，身体病嘛有2万块。若是较严重的死亡案件，都有6万块的奖金。这个奖金数目前是6都内面上悬的。交通大队讲，这个平台对去年底开始推测，到今年3月份为止，敢若有16件民众提供的跳树逃走影片，其中5件选择要领奖金，不过因为条件无符合，到目前为止也无机会发出第一笔奖金。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医学美容即嘛是愈来愈普遍，也毋过嘛爱注意讲敢有安全。因为伫北部就有一个40外岁女性，伊伫网络顶悬去买美容车，请店头替伊注射，注射了后才出现肉毒杆菌中毒，赶紧送去家护病房查讲。尾啊，伊是家己开22万去做解毒车，毋若倒了，未来阁有可能会留病尾。伫网络顶悬，黑白买美容针爱设置有可能的中毒无名。疾管署15公布今年第一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个案，是北部40外岁的女性。伊伫3月后半个月伫网络买肉毒杆菌的毒素，买结果去因兜替伊注射，无想到3天后，伊开始出现无啥会当吞物件的症头，去病院了后就插管，而且使用呼吸器来治疗。虽然血清含大便的采检结果是阴性，但照流行病学研判是真有可能的病例。不过在申请自费日
2万例使用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已经北港转一般病房。目前的状况是有改善已经没有呼吸困难的情形了。那不过他的这个肌肉无力的症状还没有完全的缓解。疾管署表示讲，肉毒杆菌的中毒是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过去国内案例大多数拢是食处理不当，也是保存不当生的物件造成。医院称肉毒杆菌中毒是因为美容还是医疗用途，认为甲注射引起中毒，会出现包括感觉真忝、机体无力、才神经学的症头。2019年以来，国内加起来有8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疑似个案，拢和医学美容有关系。虽然国际文献还未出现讲注美容针死亡的案例，但嘛是可能会留病尾。顺利好转的话，也不排除有可能有后续的一些，像是仍然会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全身肌肉无力，需要长期做复健的一些后遗症。疾管署强调，个案注肉毒杆菌毒素的过程有可能违法，卫生局当得对查买家含药品的来源，警方嘛当立案调查。食药署指出讲，目前咱国核准的肉毒杆菌毒素有7张药品许可证，拢是医师处方药品，若是无经过许可，家己输入假药啊，还是禁药啊，照药事法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阁会当做伙罚新台币1亿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所以现在像我们这样。因那伫阳明山的国家公园小油坑这个所在，伫早日是发生火烧山，烧5点钟，烧掉50公顷。即马怀疑初步认为是国科会空气品质的监测器导火烧，才会造成火烧山。即马是国有机关也讲，这国科会这个计划早就已经结束啊，也毋过这设备煞平伫山顶，拢无人得管，所以认为这是人为所致引起火烧山。大火烧5点钟，为半山一直烧到七星山小油坑步道，阳明山小油坑则是规个大火，50公顷等于是2个大安森林公园规个烧去。阳管处初步研判是国科会国家实验研究院高速网络加计算中心执行民生公共物联网计划所设的空气品质监测机器导火烧起来。不过导火原因也有待火调清查。15号议员亚康，这场大火根本是人祸。国科会他们之前委外，还有一个这个空气品质的调查的感测器，但是其实这个计划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些仪器年久失修。台北市议员质疑空气品质监测仪都是因为年久失修，国家无维护，唔知发生电池家己倒起还是爆炸，地势山崖危险。国讲监测器设备家己倒起，唔是头一届，不是第一次了嘛，对不对？对，我们的报告完成之后，我们会依规定的方式移给警察局，那警察局来做。移送检察官这一边，看是不是做后续的办理。对这代志，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是讲，去年8月初确实有一支太阳光电感知监测设备，因为锂电池年久失修爆炸，不过不是国建院的空气品质监测仪。那一支应该不是工研院的。如果依国研院所提出来的，应该是在2024年结束嘛。那结束之后，应该是把没有继续使用的要去做来文要去做撤离。但是到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啦。对这代志，国建议回应，烧毁的空气品质监测仪，厂商是以太阳能够提供监测器所需要电力，在小油坑地区收集大屯山区的空气品质资料，设备合法下规定。院长蔡凤英是讲，国建院会慎重面对，若是最后调查结果确实是国建院国防中心的设备造成的，国建院会承担相关责任，绝对袂卸责。记者综合报道。地中海海线有咱台湾上大的蓝马地，生态真丰富。即马有公民团体发起计划，伫学校甲学校合作了后，甲学生囡仔用在地物产来煮食来做料理，互学生囡仔会当了解故乡的好滋味，嘛知影生态保育的重要性。乌麻做的田路顶悬用海茄冬的叶仔装塔，看起来袂输是蓝地。另外，这队学生传的是鸡肉料理，佮有用赤喙煮的烧汤。丰原国小学生伫生态总铺师的指导下，利用当地物产来煮食。我做的料理是花园沙拉，里面有虾米、香菇，我们方院的水跟蔬菜和在地的芝麻粉。潮间带，它上面的装饰是放海茄冬，我很惊讶，因为没想到这种海滨植物也可以做成料理。
公民团体台湾生态饮食设计中心2018年开始发起生态总铺仔计划，团队全台湾走透透，甲主者结合生态、产业、环保这个议题，中华就选择有台湾上大南仔地生态的凤关乡，亲像对当地生态造成影响的海茄苳，就是环境教育真好的例。生态厨师去设计菜单，包括着咱海边啊的海茄苳。还有水芹菜，为小朋友上到咱环境教育的永续课程。今天芳苑国小的孩子在拿到代表我们芳苑乡的物展在做餐的时候，它不会是个菜了。这个食材它究竟在台湾为什么代表西部海岸一个国宴、国土永续宴会的一个食材？今天芳苑国小的孩子就不只是芳苑国小，它是台湾潮间带解说员的小尖兵，拿起那个物展来，它会更有世界观，更有国家观。公民团体表示，凤湾乡的南仔地唔那是当地渔村的底地，嘛是岛礁过冬重要的所在。佮有蚵仔、赤水，侪侪丰富的物产，绝对有国家级湿地水准。因去年嘛带学生去嘉义森林的渔村参观比较，分看因的视野，认捌台湾西部渔村不同的生态议题。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继续来看河怪，是咱台湾的特有种，嘛是二级的保育类的动物，不过数量已经愈来愈少。即马嘉义县政府和南华大学合作，打造河怪生态教育馆，要推动生态教育。河怪教育馆的导览学生解说河怪的生长环境甲相关知识。嘉义县大拿镇的社团国小，得到嘉义县政府的补助，华华学校内底的空间，成立嘉义县第一座河怪生态教育馆。学习到一般学习不到的关于树蛙的那些知识，还要懂得怎么去保护侏罗树蛙。社团国小为2001年的时阵，就甲在地三角里的里面推动河怪的生态教育。除了这个新的河怪教育馆，阁有一个会当伫暗时近距离观察河怪的平台。社团国小表示，教育馆的成立，让一般民众甲学生有机会会当完整来了解河怪。侏罗树它上面跟台北树蛙有点像，但下面完全是白色的，所以而且它眼睛很大。伊知影讲要安怎去保护伊，甚至讲伊以后会当将这对侏罗树啊的迄个保护的观念推展甲所有的物种。河怪是台湾特有种，主要生长伫分家地区的竹仔林内底，因为环境的破坏，数量是愈来愈少。社团国小表示，这个教育馆未来会配合南华大学甲河怪保育联盟，除了有生态教育的课程以外，嘛会来培育河怪保育的老师，希望为大拿开始，替河怪甲生长环境搁找倒转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镜头来新店来看，客家有一款酸甘茶，是甲虎头柑内底的果子肉熬掉了后，内底是底柑仔皮加汉药材加茶米，刷落来摕去泡，安尼就会当泡一后酸甘茶。不过呢，因为制作的过程真高工，已经愈来愈少人在做，致使这项传统技艺有失传的危机。乌康虎头柑的果子肉，则搁伫外皮内底加入中药材、枸杞甲茶米，利用锁啊拔好势。放入去冷霜，豆豆吹好熟，佮要经过日头晒，才算完成客家的酸甘茶。因为制作过程高工，即马已经愈来愈少人会做。酸酸甜甜，有一点回甘，还可以助消化。因为虎头柑的陈皮效果还蛮不错的，然后呢加上各种青草药。然后呢，对早期社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来缓解身体不舒服的一种药。所以坦白说，它是一种药，不是茶。就是最早期的客家人来讲，它是药，不是茶。食指指出，酸甘茶若会使帮助消化、解油，火茶米可以当保留原底的香味，互人一喙接一喙。最近业者也利用一冬的时间改良做法，利用柠檬提升酸甘茶的口味，也透过微生物发酵，啉茶也袂困袂去。很多客家人都是很重吃咸味，所以比较油那些啦。配这个茶很好，可以解油腻，而且喝了你不会说
喝一般的茶叶的话，我怕会睡不着啊。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说隔夜茶不能喝，那个茶晚上喝了不好，会睡不着。那因为这个茶是后发酵茶，也就是在茶的分类里面的黑茶原理里面的，它是用微生物发酵的，所以它把所有的物质透过微生物的分解跟重组，它去掉了茶褐素，去掉了很多那种会导致你睡不着的。也则对传统中找到创新，除了保留原地好气味，然后古早味酸甘茶，这项客家传统滋味，甲做茶的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爱传落去的也有咱的母语。即马客委会有新成立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因是要鼓励青年来参与公共事务，嘛希望要打造客语的生活化的环境。毋过台语咧。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即马就表示，希望政府爱赶紧伫中央成立台语的专职单位，安尼才会当投入资源，拼台语发展。规定客家青年挂手有游动会年古代像正式的设置去到国外交流。客委会自106年就开始注心鼓励客家青年去到国际交流，扩大青年视野。4月14日，客委会也正式成立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客委会表示，鼓励青年用母语参与公共政策，唔那是生活化的一种，也会当加深青年用母语来思考家己要义的议题，让青年的声音愈传愈快。我觉得重点是事情被解决，而且是在我们的语言的思考之下来解决。好，语言是个工具，好，但是语言呢，也是我们认识自我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是透过客语，好，我们来更周全的在文化的概念之下来完成这些事情。过去有台语青年用台语推广地方文化，参加传统艺术比赛活动。不过要像客语或者是原住民族群有制度化的专职单位来投入母语的发展、文化保存，对台语来讲也有真长的一段路要行。台语正式推动联盟表示，根据了进步的统计，目前也有8成的人是听有台语。台语在台湾是下族群的共通语，不过却无像其他的国家语言有专职单位制定政策来执行，安尼未来恐惊会愈来愈弱势。台语甲客语、原住民语其实是伊的这个程度是无共款的，讲的人口数，也有这个使用的范围，拢是无共款的。吼，咱伫遮我们搁一摆咧，会要求政府会当重视这个问题，吼，台语会当咧紧家救起来，吼，这是唯一，咱这所有的本土语言内面唯一，也搁有困难，吼，会当甲这个。即马咱所讲的这个中语、华语会当比拼的一个语言。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表示，希望有专职单位来负责台语，佮有传统艺文的推广甲保存。有中央单位则通靠有制度化侵入到各地方，营造台语环境。有好的环境嘛，则通互大家知影，台语是会使讨论万项代，为家己发声的重要语言。记者中嘉嘅林晓凯新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即马是推出对顶关税政策，对加拿大嘛要扣真悬的关税，这是引起加拿大人的不满。即马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原本真友好的一寡机关都出现困境，亲像伫因的边界一间100年的图书馆，原本的两国的民众拢会当自由伫遮出入，也毋过即马因为美国移民管制愈来愈严格，所以未来要伫遮设新的入口，若是要来图书馆，就要先通关。Standing in Canada right now, and like if I go right here, I'm sta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行过乌线就是行过美加两国边界，这翻过美国访问特州，倒未来恩定甲加拿大魁北克斯坦斯代镇的图书馆，二楼也有一个歌剧院，舞台甲围一边一个。这间图书馆是美国人哈斯卡尔昂姆斗阵起的，佮关乎美加两国。1904年开馆到今嘛，已经超过120年历史。If the people were staying on the sidewalk, they were able to use the United States entrance, the main entrance, without being checked or controlled by U.S. Custom or Border Patrol. 图书馆虽然只有一间，不过因翻过美加两国，所以有两个地址，表示也拢有英文甲法文两个版本。不过正门煞只有一个，伫美国领土顶悬。过去加拿大人免经过海关或者是摕护照，就用自由跨境到美国领土，行正门进入图书馆。加拿大方面虽然有一个紧急出口，不过平常时伊是无开放的。受美国国家严格边境管制影响，即
即幕开始规定，有图书馆证的加拿大人，甲图书馆人员将由美国正门进出，若无就要行紧闭出口。10月开始，美国方面搁进一步要求加拿大人要先通过海关，才行环境通向美国边仔大门的迄条人行道。We have an emergency exit on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which is in Canada, and so we will modify all the entrance. We will have to make it accessible for handicapped people. We will have to have a new door. 新的监管措施一定让图书馆伫处理经济问题时阵更较敏感无简单。毋过对美国倒未来稳定的700万居民，甲加拿大斯坦斯代镇的3000个居民来讲，两地交流甲政治不便，这图书馆依然是美甲文化大熔炉。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来看日本的妙高高原，这个所在会当取水，嘛会当浸温泉，而且伫遮开发的程度较低，所以来遮佚佗价数嘛较俗。伫遮阁有保留一寡传统和自然的景观。也毋过新加坡的外商拍算即马要伫这个所在投资，按算要起一个超大型的度假村，讲会使创造千外的工作机会，会当扩大商机。也毋过安尼嘛有可能造成当地厝价起、物价起，有一好就无两好，嘛引起当地人烦恼。离东京东北部赛车2点半钟的妙高高原，冬天有打扫松软的粉色，正适合取水。今真侪国内外爱取水人来遮。赤川温泉乡就是当地5大取水区之一。不过传统淳朴的情形，3年了可能会规个变样。因为新加坡资产管理开发商 PCG 投资14亿，甲当地北纬高原一个3支源2个储水场买起来，要建造350公顷的超大型度假村。内面的顶级旅馆、上悬的房价划算大票，大一案要到4万5。伫咧遮卖温泉馒头的业者讲，伊即卖生意9成拢是靠本国的人客，那变成拢是外国人的高级区，会影响伊的生意。価格はですね、このままで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逆にかえってね変に海外っぽくするわけでもなく、昔ながらの建物があり、で日本人がこうね接待するというような。日本今年离家入境旅游的人数成长17%，总当地历史先悬，自济度假的旅客增加是主要原因，日元俗也是原因之一。旅游的热度有增加无减少。高度开发的知名市场，正像是北海道离世国、长野县的白马村，拢已经出现过度旅游。Communities will always have their concern, right? Bu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listen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and come to an agreeable term that they will also know that without these kind of investment, they will also they will also see som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conomic so-called slowdown. So 新加坡投资者 PCG 讲，因的开发案唔那是为当地创造1000外工作机会，也开发冬天以外会展加旅游商机，或者美丽风景，一年四季拢会当吸引游客，创造双赢。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辑。天气不理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16度至26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